家己有丰富的宗教文化，在高雄南医身边的文化集会所举办全新嘅宗教特典，同齐来欣赏家己艺术结合事件元素，登桥路、小家子、赤不讲衫，甲用纸装形象的游乐功夫。运用整念的庙红啊，功夫有路的新名衫，阁有用纸糊出来的形象。三种无同嘅宗教文化，做一届展出来，互民众来欣赏。不错，蛮有民俗艺术的。刺绣工艺很不可思议的很精彩，因为我们平常没看过这么细致的工法。展现生态教育的家子啊，结合电影元素的新名衫，连纸糊出来雕像，阁有会当叮当的机关。传统宗教的工艺，透过艺术的创意，展现出作品的别开生面。我用安尼的材料的特色，伊的色彩的特色，来创造咱本土戏，就是跳脱较早甲传统戏较无共款。就是要让国外知道说，我们不仅有台湾的宗教文化，我们还有做一些外国的宗教文化，把它套在我们的自己的宗教文化上面。可以拆卸式，以后我如果有新的 idea。等咱像芭比娃娃有无？那咱佮换衫换裤哈，所以其实宗教没有那么死板，我们可以把它活用在我们生活当中。即摆展出为1月27号开始，一直到3月14。各机关政府文管局表示，展览的主题结合在地传统的工艺甲文化创意，希望民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创新甲改变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